大家。冇錯啦，咁咧又一年一度咧嚟到呢一度咯喎，咁咧嚟到咧香港智慧餐飲協會咧嘅委員就職典禮暨週年晚宴，匯聚食品製造業以及創新科技界嘅力量，協助傳統食品製造實業實踐數碼轉型，投入智慧製造以提高生產力以及食品安全，達到節能減排以及改善環境，並且強化企業嘅管治能力，倡導持份者回饋社會，積極參與社區以及慈善活動，促進業界可持續發展，邁向更美好嘅香港。張宇人議員、陳百里局長、徐浩光處長，所有嘉賓好緊張。其實今次第二次都唔知點解咁講。大家晚上好，好，原諒下我嚇。咁今次呢係我哋個會第二次嘅2週年紀念，亦都係就職典禮。咁我喺呢度呢，今日係藉着咁多位嘉賓嘅來臨呢，對大家表示致謝嘅。另外，今日天氣非常之冷，咁有你哋喺度呢，我哋特別溫暖。咁我亦都喺呢度祝大家身體健康。因為嗰張稿唔見咗，所以呢，我亦都同張宇人一樣話，議員唔好講咁多嘢，唔好阻住大家食飯。咁我將嘅時間留翻俾張宇人啦、張宇人議員啦、局長啦同埋處長去發言，好唔好啊？多謝大家。多謝黃主席、陳副局長、徐處長、黃主席、各位主禮嘉賓，既然你都話叫唔好講咁多嘢，我冇理由講㗎啦。不過有兩樣嘢其實都同我哋今屆政府有關係嘅，都要同大家講講。其實我哋嚟緊呢，都係要諗緊點樣，特區政府諗緊點樣去推動呢個銀髮經濟。咁我哋飲食業呢，就冇理由唔響應嘅，因為推動到啲銀髮肯出嚟使多啲錢喺我哋喺飲食業嗰度。咁今日亦都有好多老闆坐喺度，我希望你哋都開始同你啲廚師諗下，我希望喺6月到7月推呢個點樣可以俾銀髮吸引佢哋多啲嚟出嚟食嘅餸菜啊，啲菜式啊咁呢個大家都可以諗下。另外呢，就祝大家當然身體健康，生意興隆。就貨如輪轉，客似如來，客似雲來，咁咧就高朋滿座。去到尾最緊要係咩咧？就希望大家賺多啲錢，納多啲稅，幫即係特區政府個庫房填下啲赤字。多謝大家，多謝晒張議員。香港智慧餐飲協會嘅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好高興啦，再次嚟到你哋嘅就職晚宴啦，同在座各位業界朋友見面交流，為大家打打氣。咁剛才張宇人議員講啦，就係銀髮經濟嗰度啦，我係非常之同意議員所講嘅。咁其實我哋到2043年啦，我哋講緊超過1/3嘅人口啦，就係65歲以上嘅銀髮一族嘅。咁我哋喺施政報告、議政財政預算案裏邊啦，亦都係當中有好多嘅舉措啦，係推動我哋銀色嘅消費啊、銀色認證啊、銀色嘅生產力啊等等，係幾個方向一齊去做嘅。咁所以啦，我都係非常之期待同張議員以至我哋業界朋友啦，喺餐飲業方面如何可以去推動相關嘅消費㗎。
咁另外啦，我都想借呢個機會啦，簡單咁去感謝我哋香港智慧餐飲協會嘅朋友啦。咁啊喺超哥嘅帶領底下，凝聚咗一班有心人、有心企業啦。亦都係結合咗譬如剛才我係去行去探啲 booth 嗰時啦，亦都係有好多嘅科技界嘅朋友啦。透過佢哋方方面面嘅解決方案啦，去幫助我哋嘅餐飲業界提升佢哋嘅競爭力，去應對相關嘅挑戰嘅。咁所以喺度啦，我亦都係非常之期待同我哋嘅業界朋友，包括協會嘅朋友啦，一齊繼續努力，一齊啦幫助業界啦去捕捉機遇，去應對挑戰嘅。咁喺度啦，都唔阻住大家，咁啊希望大家喺新嘅一年啦，都能夠工作順利、生意興隆，大家努力加油 ！Thank you。多謝陳局長。尊敬嘅張議員、黃主席、陳局長，各位嘉賓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咁啊，今日咧，我其實就係好高興啦，係第一次嚟到呢一個嘅就職典禮嘅。咁今日係見到好多嘅人才仔仔啦喺呢一度，後邊咧亦都有好多嘅 booth 啦，去介紹唔同嘅科技。我亦都好開心咧，見到其中好多嘅科技咧都係支持環保嘅。咁我都成阿超哥所講啦，咁我哋咧暫時咧就少啲講下。咁咧就我哋其實咧舊年咧環保署亦都拍咗一條片咧，就叫做美麗香港海灣。咁咧係展現咗香港咧好美麗嘅一面嘅。咁如果大家係未睇過呢條片嘅咧，亦都可以上我哋大嘥鬼個網站咧去睇睇。咁我哋呢條片咧拍到香港咧就係靚到你唔信，我都唔信。咁我哋今年咧亦都會繼續拍呢一類咁嘅片嘅，我哋今年會拍成2-3條嘅，起碼咁希望咧係將香港美嘅一面展現出嚟，然後咧係等其他嘅世界嘅唔同嘅地方同埋國內嘅朋友咧多啲嚟香港。其實咧，我哋將呢條片咧俾咗我哋外國好多嘅朋友啦，同埋我哋外國嘅ETO 嘅 office 啊。嗰啲同事咧睇完之後都用咗我哋呢條片咧嚟到介紹香港嘅，咁所以我希望大家睇睇。最後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大家咧可能喺個台面嗰度咧都見到有一張宣傳單張，有個大 QR code 嘅。咁今日咧其實我係順便嚟拉票，因為咧我哋環保署咧係舊年開始咧，我哋喺個污水檢測嗰度咧，我哋都攞咗好多個大獎。今年咧就工程師學會咧就有個50週年嘅傳奇大獎，咁我哋而家咧已經入咗去頭5名入邊噶啦，咁即係話咧過去嘅15年入邊係最大嘅獎，我哋都攞咗。咁我哋希望咧係大家投票，因為而家投票咗之後咧，我哋希望可以攞到嚟緊係過去50年嘅全香港最大嘅發明大獎。多謝大家。Thank you，多謝晒徐處長，多謝你嘅分享。